喺 Pokemon 卡入邊間唔中就會出現錯底版本嘅卡。由於數量少，甚至可能係全世界唯一一張嘅關係，佢哋嘅價值通常都會比原嚟嘅卡貴好多。就好似今年出嘅 SV9 嘅錯版 N， 普通版本只係2200 yen， 而錯版係去到18萬 yen， 差唔多差成80幾倍。而呢一張錯版 N 嘅 PSA10 價錢更加係瘋狂，差唔多要去到2萬蚊港紙。而數到錯版嘅話，初代最為人熟悉嘅就一定係古代夢夢。而呢一張卡亦都係為咗慶祝《寵物小精靈》第一部劇場版電影《幻之精靈利基亞爆彈》上映時所推出嘅特典卡。而呢張卡嘅初版喺底部版權聲明嗰度，將任天堂英文拼寫 Nintendo 串錯成漏咗個 N 字。而之後佢哋亦都喺好短時間之內推出翻一個修正版本，補翻上個 N 字。而呢一張錯版嘅 PSA10 大概要1200蚊美金。而古代夢夢呢一張卡前後其實一共有6個版本，而佢分辨唔同版本嘅方法就係睇下面嗰行 copyright 嘅字樣。第一個初代版本就係錯版嘅，少咗個 N。如果你見到 copyright 個字樣係咁樣嘅話，就係錯版啦。而第二張就係修正版本，修正翻嗰個串法。而第三個版本就係古代夢夢嘅第二代，佢下面行 copyright 嘅字樣係一樣。主要分別嘅方法係將卡嘅顏色深色咗，同埋佢個背景唔同咗。而第四個版本就係2000年嘅時候出嘅國際版本，而佢嘅圖案同埋顏色同第二代係一模一樣，主要分別嘅方法就係睇 copyright。佢會多咗1999至2000年 Vicious 嘅字樣。而第5個版本就係2019年出嘅再版，佢就最容易分辨，因為佢個 copyright 會寫住2019年。而最後一個版本就係2020年嘅韓國版本，同樣地個 copyright 會寫住2020年。而今日就會同大家開箱呢一款2000年嘅國際版，入邊就會有張介紹卡冚住張古代夢夢。就咁睇張卡嘅背面就冇雙，但係就有少少唔至中，希望開出嚟會靚仔啦，因為 PSA9 同10個價錢都差好遠下。佢上下個大細邊偏差有啲嚴重。